我也是坐在前面的红椅子，等一下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我们请工作人员准备。我们来唱第一首歌。我们唱第一首歌，它的歌词很特别。那个放烟的，那个弟兄放烟的跟火的，请你帮忙一下。第一首歌呢，它的名字叫做《超自然恩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象不到。哎呀，怎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怎么突然间发生那个事情？但是有一个力量，可以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转换。那个转换可以让生命重新做改变。第一首歌《超自然恩语》，来给我们个掌声来。That's right, yeah. Go. 是我那天搅动我生命，是我那就改出我命运，是我那就搅动我生命，是我那就改出我命运。我相信超自然的运行，我相信有我的生命，我相信一定有神迹，我相信全能神，我相信神让你决定，我相信我的梦想重生，我相信天使的聚集，在宝座前欢庆。在宝座前欢庆 ，Supernatural Rain 降下来，浇灌我生命 ，Supernatural Rain 降下来，梦想的能力，凡事都有可能，让我相信 Supernatural Rain。来自我的我相信超前的运行，我相信我面目的世界，我相信一定有神迹。我相信全能神，我相信神的能力决定，我相信我面貌像重生，我相信天使都聚集，在宝座前欢庆，在宝座前欢庆 ，Supernatural Rain 降下来，浇灌
我们这个不是那个刮布团哦，他们都是自己在业余的时候，你看后面的乐手哦，都是5星级饭店的，跟我们去5星级饭店吃饭，夜总会演奏的。我们中间这一位啊，是中师大乐队的鼓手啊，中师大林家庆乐团的鼓手。哎，我们今天用最好的来跟大家来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的夜晚是非常的漂亮美好，美好的夜晚里面会充满许多的爱。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能够唱歌，如果能够说感谢的话，我们如果看到什么东西都讲赞美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常常想要唱歌来赞美上帝，这个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接下来一首歌，我要歌唱。来，给我们个掌声好吗 ？Yeah， 前面的全部是业余的哈。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我要欢呼，要扬声地欢呼，我要欢喜地跳舞，为他而跳舞，我要赞美，还要扬声赞美，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我要欢呼，要扬声地欢呼，我要欢喜地跳舞，为他而跳舞，我要赞美，还要扬声赞美。他赐下应许，要坚固我的信心，因他赐能力，我必站立。他赐下应许，要坚固我的信心，我必不惊慌，必不害怕。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会有恐惧，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要赐下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害怕。我们生命虽然处在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但是我们生命依然能够歌唱。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今天是一个机会啊！耶！他赐下应许，要坚固我的信心，因他赐能力，我必站立。他赐下应许，要坚固我的信心，我必不惊慌，必不害怕。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我要欢呼，要扬声地欢呼，我要欢喜地跳舞，为他而跳舞，我要赞美，还要扬声赞美，我要欢喜地跳舞，为他而跳舞，我要赞美，还要扬声赞美。耶！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都信耶稣，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常常我们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会祷告。我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向耶稣来祷告。接下来一首歌呢，由我的女儿来为大家来献唱。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叫做“他来到我心房”。耶稣说他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的里面呢，我们都好像有时候都还没有朋友一样。即使有朋友，他也不一定很认识我们。
我们常常跟我朋友讲说啊，你都不了解了，你实在都不了解。但是有一个人，他也是神，他叫耶稣。耶稣说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我的女儿她今年只有14岁，刚过14岁生日哈。她求完美，什么事情都求完美，所以她很紧张，睡不着觉，要睡觉的会不安稳。她常常在睡觉的时候跟耶稣来祷告，耶稣进入她的心里面，她的生命有改变。接下来一首歌，他来到我心房，由我的宝贝女儿来为大家献唱。心里的愁烦全带走，他悄悄地留下了平安、喜乐和丰盛的生命给我，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为了爱，被钉在十架上。有一天，他来到我心房，他将我心里的愁烦全带走。下了平安、喜乐和丰盛的生命给我，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它非常的特别。他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愿意为别人舍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人一生都喜欢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很难喜欢自己不喜欢的人，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要给我们一种爱，那个是牺牲的爱，可以爱别人，你相信吗？进入到我们心中，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非常大改变。他悄悄地留下了平安、喜乐和丰盛的生命给我，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世界上，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为了爱，被钉在十架上，他名是耶稣，相信吗？耶稣。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他名是耶稣。耶稣，耶稣，为了爱，被钉在十架上。认识耶稣很简单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我怎么样可以认识耶稣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说他就要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
Yes。我们接下来要唱一个歌，这个歌由这位小姐妹来介绍来。这首歌歌名叫做《简单的歌》。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啊，当初我以为信耶稣很困难，就要经过很多的考验，然后我才可以去认识他、相信他，他也才会来爱我。可是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我每次困难难过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祷告，果然我心里面有一种平安，让我不再难过，不再悲伤。其实那种感觉，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因为其实就是那种平安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什么都不用怕了。因为我后面有谁？我后面有耶稣，耶稣就是我的依靠。所以我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来介绍给你们。信耶稣真的很简单，只要你相信他，他就会成为你的依靠。今天出门时，我又想起了那天，我就欢欢喜喜唱起歌，你爱又不变。当我快要不行时，你就看着我的脸，跟我说你心事到永远。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一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来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从地上把东西捡起来简单吗？它很简单，其实信耶稣真的很简单，就像你要在地上把东西捡起来一样简单。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一样，试着把眼睛闭上，向他祷告？当我今天出门时，我又想起你恩典，我就欢欢喜喜唱起歌，因你爱的不变。当我快要不行时，你就看着我的脸，跟我说你心事到永远。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一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跟我一起开唱好不好？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一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一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我不需要什么美妙旋律才能见一面，我就唱着这首简单的歌，要触动你心弦。我就唱着你的恩典绵绵，一遍又一遍，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喜乐就在我心里面，喜乐就在我心里面。有的人说耶稣也不知道认不认识我。我如果有一天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但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每一个人在我们还妈妈肚子里面还怀孕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稣就认识你了，你相信吗？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把我们的手放到耶稣的手里面去。耶稣说他要把那个最好的福分要给我们大家。
但是有很多人却是背对着耶稣。事实上，许多的东西，耶稣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门打开的时候，耶稣说他就要进到我们心里面去。接下来一首歌呢，我们要唱香港一个很有名歌星的一首歌，这个歌星叫郑秀文。他有名有利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快乐，他一生所追求的，要在所有人唱歌的之上。当他得到第1名的时候，没有人比过他的时候，他没有快乐，他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他突然之间脑筋就转不过来，所以得了忧郁症。我们人生很多人都在努力寻求那最高的地方，但是呢，生命当中软弱自己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人跟他介绍耶稣的时候，耶稣进入他的心中，他的黑暗就离开了，忧郁症就离开了。他只是把他的手放在耶稣的里面手上面而已，就是这么简单。你愿意吗？上帝早已预备。渺小我的骄傲，吹熄我浮躁，让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依然的美好。在谷底才看到天很蓝很高，试炼我的煎熬，打击我炫耀，让我知道我不知道如何跟自己和好，在寂寞里打捞，换取着拥抱家的真不了。上帝早有预备，残酷里有安慰，走过死荫漆黑，光光却照给明媚。上帝早有预备，幸福我受之无愧，不懊悔，不气馁。上帝早已预备，也为你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燃烧我的骄傲，吹熄我浮躁，让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依然的美好。在谷底才看到天很蓝很高，试炼我的煎熬，打击我炫耀，让我知道我不知道如何跟自己和好，在寂寞里打捞，换取着拥抱家的真不了。上帝早有预备，残酷里有安慰，走过死荫漆黑，风光却加倍明媚。上帝早有预备，幸福我受之无愧，我感觉我是谁，我是谁，比野花更卑微，我是谁，却被你眷顾宝贝，我是谁，也许会再能体会，一切早有预
接下来邀请大家来一起唱一首歌。这首歌非常有名，这个是香港一个叫谁？香港那个是，这个是谢霆锋的歌。下一首歌是谢霆锋唱的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原来是一首诗歌。那这首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一支蜡烛一样。可能你只是一个小蜡烛，不像这个，有的人能力好的话，像这个灯那么的亮。但是可能这是1000烛光啊，可能一个人可能是1个烛光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蜡烛，愿意为别人点燃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改变。你相信吗？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把那个爱分享给别人，上帝会加倍的来还给你。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越分越多，那就是爱。好吗？来，我们来唱这首歌《烛光》。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棒，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因为有了爱，所以还有梦想。沧桑的目光，坚强的肩膀，因为还有真爱，继续温暖。一起来，一点点曙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可以照亮前方。一点点烛光，赶走了黑暗，让爱发光，永不熄灭，继续的传。我邀请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一点点曙光，燃烧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曙光，赶走了黑暗，让爱发烫，永不熄灭，继续的传。一点点曙光，燃烧了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起来唱，好不好？一点点烛光，燃烧了黑暗，让爱发烫，永不熄灭，继续的传。在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时候，或许在你的周边，有很多的黑暗。也许你周边的朋友他正处于黑暗的境况，你愿意不愿意用
自己的那一个烛光来照亮。所以说，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希望所有包括在那个帐篷里面的朋友，所有在他后面的朋友，我们希望你跟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从第一句开始来唱，来。最近的光，含泪的眼光，因为有了爱，所以还有梦想。外表虽沧桑，却坚强，因为有了真爱，从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一点点曙光，一起来吧！点燃的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曙光，赶走了黑暗，让爱发烫，永不熄灭，继续地传。肩膀，因为有了爱，所以还有力量。面对这巨浪，不再惊慌，因为还有真爱，继续徜徉。一起来，一点点曙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燃烧自己，照亮前方。我们是可以的。一点点烛光，赶走了黑暗，让爱发烫，永不熄灭，继续地传。一点点曙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的曙光，一点点烛光，赶走了黑暗，让爱发烫，永不熄灭，继续地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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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谢谢各位，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等一下，我们第二段有更精彩的节目。那现在请牧师来讲几句话。大家晚安，大家平安。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精彩生命丰盛100的晚会。我们从下午4点就一直开始到现在，那也从出太阳到阴天，现在还下雨但是看到大家仍然继续坐在这个地方真的感受到大家的支持，也相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有许多的盼望。也透过今天晚上在这边的诗歌，透过在这边的分享，透过在这边的见证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好的一晚，能够有许多的领受。我是迦南教会的青年牧师陈柏志，在这边跟大家问候，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安安，大家好。今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是咱桃园市伫遮来庆祝咱的桃园市来设立40年的时间。桃园市已经来成做这个市已经真做40年。
总是伫这个40年无算短嘛，无算久的时间中间，桃园市好一直是台湾台北一个卫星的城市都市，并且在桃园已经有突破40万的人口，来到了41万。所以今天市长也率领了，我看有很多的学校、大学、高中、国中、国小、幼稚园，好，那还有许多的民间的团体、社区的发展协会一起来采接，好，那也有经过我们这个地方，好，就在桃小的大门口的地方，在40年来当中，桃园市的市民能够在这边安居立业，好，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比我们桃园市在这边更久的人，好，相信有很多，好，包括有很多在地的人物。好，在地的这个寺庙祠堂，好，那我要来介绍是我们的迦南长老教会。迦南长老教会呢是1965年，好就已经在桃园市来设立，那到今天已经46年，哇，已经46年，我们给迦南教会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多谢，感谢上帝，迦南教会呢在桃园已经46年的时间，并且呢在桃园呢也让这个很多的乡亲、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迦南教会这40多年的时间，伫桃园市来做真侪这的服务。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敬拜上帝、敬拜神，因为这是圣经内底大人讲的，就是到安息日的时阵，就是要来分别做神。第一天到第6天。就要来拍拼，底下来慷慨工作，辛勤的来工作、上班、上学。而第7天呢，就是要像上帝一样，休息他一切的工，来安息。所以我们在每个礼拜天、主日呢，都在敬拜上帝。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想让大家一起来说一次：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所以伫教会内底，我真欢迎大家会当跟我们做伙来家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我们从礼拜6的晚上就开始有周6的礼拜，礼拜天的早上8点半我们有华语的礼拜，10点半有台语的礼拜。这就是要让大家会当底下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不是只有大人能够敬拜上帝呢？我相信也不是。好，因为上帝的圣经来讲。好，凡受造的都要来敬拜他。每一个人有快活、有活命的，都要来敬拜上帝。所以，我欢迎大人来敬拜上帝，青年朋友来敬拜上帝，这些细汉朋友，我嘛欢迎你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有专门给儿童的时间，给学生的时间，给少年朋友的时间，也有给成人的时间、老年的时间。拢欢迎咱大家，好，不管你是男是女，是年老的，是年轻的，我拢欢迎你来家和阮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是伫教会内底第一要紧的，第二要紧的，伫教会中间，就是爱欢迎咱大家来建立基督的家庭，建立基督的家庭。我们一起说，建立基督的家庭。建立基督的家庭。谢谢，建立基督的家庭。建立基督的家庭，好，最重要的就是爱来学习友好，学习孝顺。真侪人对基督教有这误解、误解，讲基督教死无人哭，捌听过无？讲信基督教就是背教立教，信基督教就是死无人哭。总是呢，伫遮要甲大家讲，信基督教不是死无人哭，是咱死唔免请别人来哭。信耶稣，好，最重要的是爱友好，要孝顺。我听到一个故事真感动。有一个小学生，老师给他出一个作文的题目，就是讲友好孝顺。哇，所以这个学生就开始写，说我将来长大以后，要赚很多的钱，要赚足多钱，要给我的爸爸妈妈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哇，要给他什么都最好的。然后我还要请司机，请佣人，带他们去环游世界。句号，哇，很简单，他只有4件事情。将来长大以后，赚很多的钱，
然后给他的爸爸妈妈吃好、穿好、用好，什么都用最好。最后呢，再请佣人、仆人、司机带他的爸爸妈妈去环游世界。老师呢看了之后，哇，就说这个小朋友好认真，给你甲上100分还不够，给你101分甲上上。哇，给伊100扣1分满分。哦，因这个爸爸看到老师给伊分数甲上上，回来之后。哇，这好高兴！讲哇，这个囝你来这么好，哇，恁爸安尼甲你饲安尼真正无了咧，无了咧，所以啊，足欢喜的。所以因爸爸摕这张考卷出来，走来学校，甲老师讲，甲校长讲，校长啊，哦，我真正死都无遗憾啊，死不遗憾的。你看，阮囝这么代志，这么懂事。他说：“伊将来要赚足多钱，要互我请，互我吃，互我用，搁要带我派人带我去环游世界。”总是这个校长，伊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伊摕来，考卷摕来，看了后，伊害逃，然后甲这个爸爸讲，这个家长真歹势，我甲你回息咧。为什么甲我回息咧？我这个考试作文写了才好，为什么甲我回事呢？校长讲，因为我无甲我的学生教好。爸爸就讲啊，你无甲我的学生教好，因为恁的囝写的这个作文，这4句拢有对，嘛是有唔对的所在。头一点，伊讲伊将来要甲你友好，总是我甲你讲，不是等到将来，伊即马。就要来给你友好，现在就要来孝顺父母亲。我们说一次，现在就要孝顺父母。现在就要孝顺父母。好，今天就要孝顺父母。阿妹吗？今天就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呢，不是等到将来，咱看到咱真侪家的民间的宗教。等伊的时代过往了后，哇，开始伫遐来做这个习，然后来伫遮大拜拜，也是伫遮来请真侪人遮排场。哇，互人看伊讲，哦，这个人遮友好，哇，请偌侪遮个团大家来敲锣打鼓，非常的孝顺。但是基督教不是讲等到爸母死以后，才要安尼来甲伊友好。是现在今天就要孝顺父母，所以这个校长甲这个爸爸解释，基督徒不是将来才要孝顺，现在就要孝顺。阿门。今就要来友好你的爸母。第2项，伊讲基督教不是讲将来爱赚真多的钱，赚很多的钱，赚很多的钱才是孝顺。基督教强调的不是要赚很多的钱才是孝顺，如果赚很多的钱才是孝顺，这样子王永庆才是最孝顺的，是吗？郭台铭才是最孝顺的，是吗？还有这些比尔盖茨，还是这个贾伯斯，这些人才是最孝顺的，是吗？都不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不一定赚很多的钱，但是呢，他知道怎样尊敬他的父母亲，孝顺他的父母亲，知道怎么样讨他父母亲的欢心，这些才是真正的友好。哦，所以这个爸爸讲，对，校长你讲了对，所以啊，真正不是赚足多钱，互我开，互我用，才真正的友好。伊赚足多钱，但是拢无来陪我，安尼我想我嘛是袂足欢喜的。所以真正的孝顺不是要赚很多的钱。第3，一个讲，不是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哇，愿意给你爸爸妈妈投资，这样才是最好。伫亚收圣经来的亚收有讲，很多的法利赛人，哇，他们就把这笔钱拿去给他的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这笔钱就是你的养老金，给你用的，所以我已经尽了我孝顺的本分。哇！耶稣说，亚收公，是安妮，不是这样子。孝顺父母亲，不是在物质上面满足，那个虽然是基本的，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孝顺父母亲，就是要让你的父母亲喜乐，好你的爸母看到你就欢喜。
所以圣经说要让他生你的喜乐，让他养你的欢心。爱互伊个生你的老爸，饲你的老母，会让欢喜甲快乐。这是圣经内底所教示咱的。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一定要让父母亲吃好、用好、穿好，然后让他哇，安尼住了真舒适，住了真大间的厝，迄种也无够，真好，真好，但是也无够。你要让你的父母亲欢心，让你的父母亲快乐，安尼才是真正的友好。虽然有的时阵，刚才我可以给我们的父母亲不多，但是每一摆爸母看到你，哇，就知影讲这个囝伫遐真乖、真听话，做好的事、做好的代志、讲好的话，才会爸母欢喜，伊就感觉啊，我生这个囝无了咧，我生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有白生他，没有白养他，没有白白的照顾他长大。哇！所以这个爸爸听校长一讲，对，好对好对，你讲的拢对。所以头一点不是将来才孝顺，第二点不是要赚很多的钱才孝顺，第三点不是给我物质上面的享受才孝顺。你第四点，你讲不能让人家带我去环游世界。好，小丢公对。第四点，孝顺不是请人。请别人，哇！这个孩子说写作文，请佣人，然后呢，请司机，然后带爸爸妈妈环游世界，然后呢，他就可以不用去。你跟我友好，你嘛不是真正的友好。孝顺好不是请别人代劳，孝顺要身体力行，要自己去孝顺，因为那个人是你的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很流行，哇，请菲佣，好，请人来照顾，好，甚至送到安养院，这些可能是为了帮助方便让这些在上班的人，但是还不够。真正孝顺，那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要自己去孝顺他。所以你可以请别人打电话，你打电话给我爸爸，跟他讲，爸爸你有好不？哦，爸爸搞炸。你可以打电话请别人说，妈妈，你请有烧不？有吃饱不？好，这些都不行，因为他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妈妈，你要自己来尽你的孝顺的道理，他给要来友好。哦，所以这个爸爸听了以后，你看看对，真的，孝顺，他对孝顺的观念，真的要好好的学习，真的要好好的改变。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教我们的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来孝顺。不要跟社会一样，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不要跟这个环境一样，哇，认为这个将来再好好孝顺就可以了。现在呢，爸爸妈妈就是要听我的啊，我要念书，我要吃什么，我要穿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都是爸爸妈妈在听我们，这样不是真正孝顺。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友好就是大家爸母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开始来拜拜，才开始好好地来做事。这话叫做美福。基督教强调的孝顺，就是今天就要开始好好孝顺，在你的父母亲的面前，就是要尊敬他，就是要顺从他，所以要孝顺，要孝敬。好，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孝顺还不够哦，还要尊敬他。你有真正尊敬你的父母吗？所以我相信一个巧的爸爸妈妈会将伊的囡仔自细汉就送来教会，因为教会内底都用圣经来教导囡仔，教导孩子按照真理，怎样来听父母亲的话，怎样来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这个乐团机电300在带领我们唱歌。14岁的小女儿，人家14岁都在做什么？14岁这个礼拜六晚上可能就是逛街啊。看电影啊，可能就跟朋友去玩啊，不然就在家里面上网啊，不然就是看连续剧等等。但是呢，他跟着他的爸爸一起出来唱歌服侍，不管台下人多人少，我相信是因为这是基督教所教育养成出来的一种的生命，是真的来孝敬父母，真的是愿意听父母的话。而当我们有这样孝顺和孝敬呢，就能够得到祝福。所以我刚才来讲，来到教会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拜上帝。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来到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甲阮做伙来敬拜上帝。我看到今日有的来遮穿衬拖啊，有的穿短裤，有的可能你无真好的枕头，总是无要紧。万你伫礼拜迄天，将你上水的衫，将你上真侪的衫裤，请来教会，和阮做伙来做礼拜。我有一个恩友团契，这恩友团契真侪较早拢是伫咱文昌公园内底，伫遮咧伫遮咧处理遮的兄弟、遮的朋友。总是因阮开始邀请因来到伫教会，等伊来到教会以后，哇，伊就开始来学习敬拜上帝，学习来敬拜上帝。经过了半年之后，哇，你看到这些弟兄，较早拢穿衬拖啊，穿这个裤拢破一空的。而且这些衫头门都无偌真侪，但是他们现在来做礼拜，哇！一开箱啊，穿这袖子，穿西装裤，下腰带，穿披围，然后开始来这敬拜上帝。我相信上帝伫因生命中间带来改变。也有的过去检查爱啉酒、啉烧酒，有的过去检查爱伫遮木薰、食薰、不本人。总是来到教会以后，伊知影这种是做礼拜袂使的代志，因为要敬拜上帝，爱尊敬上帝，所以袂使食薰，袂使搁啉酒，啉酒会使，但是袂使烧酒醉，袂使乌白讲话，袂使讲无好听的话，袂使生气，袂使动不动伊啊摕起来要人喊，要人欠，因为敬拜上帝，这代志拢爱改，拢爱改。所以下晡咱伫遮有一团吹萨克斯风。因为这个老师，恁敢知影遮分萨克斯风这个少年，有真侪拢是过去行唔着路，也是伊的厝内甲伊放松。但是因的老师，迄个老师，因安尼甲伊引传，让他们学习乐器，学习弹吉他，学习吹萨克斯风。因为这个老师伊家己本身，伊嘛有讲，伊过去是一个唔正经，是一个参加帮派。甲人咧相拍相抬人，总是伊信了耶稣，开始来到教会。伊知影第一要紧的，就是爱敬拜上帝，他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今日暗时，我相信咱伫遮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上帝要对你讲话，上帝要对我讲话，上帝对咱讲话。你感觉你的生命需要改变？你感觉你的生命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安尼。欢迎你来到教会，教会是你一个真好的合适改变的所在。特别迦南教会欢迎你。当然，你若住无住伫同期的所在，你伫任何的所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教会。就是你的教会，礼拜天的早上进去，就有人会欢迎你，就有人会接待你，就有人会跟你介绍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你的生命会改变。第二项代志。今日回去以后，开始约好你的老爸，约好你的爸母。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要跟你做伙，还在跟你一起，开始来尊敬他。莫想讲爸你拢唔知，爸你拢袂晓，你点你莫吵，安尼无尊敬，这样不尊敬。今日回去了后，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爸爸谢谢，妈妈多谢，你对我真好，感谢你给我养起了这大汉，我爱你，我爱你。因为耶稣甲我讲，爱友好父母，不是等到你死以后，是今日即马就要开始来友好你的父母，也是你的囡仔，欢迎你将你的囡仔送来教会，教导伊，教导他怎样真正来孝顺父母，让他在世上的日子得以蒙福。因为圣经讲，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带你的孩子来教会，学习怎么样孝顺父母、敬拜上帝。你这个囡仔将来会得到福气，会得到福气。无你会当来看咱的教会这的亲人，看咱教会这的囡仔，每一个人因咧考试的时阵，哇，真正拢有上帝甲伊保庇，所以拢真熬读册。虽然礼拜六、礼拜天，人家都在补习，他们都在补习班底下拼命咧读册，而他们都来到教会聚会。但是遇到考试、升学的时候，他们一样好处都不缺。上帝都把伊安排了好势好势，所以他们能够在考试上面、找工作上面都能够很顺利，都能够很顺利。
所以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学生，他就发了一个讯息，说哇，感谢上帝，我终于考上教师检测了。哇，说哇，真的，因为这不是很容易，好多人都要考这教师检测，但是呢，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一定都来教会，礼拜六来参加礼拜，礼拜天来教主日学，来教小朋友，他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呢，上帝没有亏负他，就让他这样的时间之下，他就准备，他就考上了。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这是我可以跟你们大家做见证，可以跟你们来分享的。盼望明天你们就来到教会，今天开始就来孝顺父母。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祝福你，愿神祝福各位。谢谢，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来继续第二段的歌曲。我们先感谢在场的每一位朋友，因为你在场，所以我们能够继续唱下去。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 ？Yes。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满满的祝福。接下来一首歌的名字叫《光芒》，光。耶稣说，他就是光，光来的时候，黑暗就要离开。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就没有黑暗。很简单，只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一点点，哪怕一小个小缝，耶稣说他只要光进去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里面的黑暗就要离开。有时候我们走在太阳光底下，我们以为我们走在光中 ，no， 不对，因为内心的小小的盒子还是绑在里面，那个曾经受到的伤害还是黑盒在里面。我看现场有很多基督徒啊，可能你当基督徒很多年了，可是你知道吗？你可能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盒子没有被打开。今天也是一个我们的机会，求耶稣来打开我们那个心门。我们只要愿意打开一点点，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跟耶稣讲一遍。耶稣说他要赐我们自由，他的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这个光芒，哎呀！穿越地平线，沙漠和海洋，打在我跳动的心上。
耶稣说，这句话是全世界这2000年最有名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哎呀，劳苦啊，好累啊，没有办法，那个压力受不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耶稣那里来。我可以，耶稣说他要让我们得到安息，安息啊，不是死翘翘，安息就是很能够安然的躺下睡觉。我们可以把重担来放下，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马上解决。”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休息，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事实上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人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做，但是耶稣说：“你可以把你的重担来交给我。”这是耶稣的承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耶稣。现场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耶稣，不是偶尔，不是到礼拜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交给耶稣，得以刚强。接下来一首歌，交托我忧愁，给我们掌声好不好？吹又可以，谢谢，交托我忧愁。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就要把整个的烦恼交给耶稣，对吗？接下来一首歌啊，由我的女儿来为大家来唱。刚才讲的14岁的小朋友啊，这首歌呢歌词非常棒，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这个歌词。唱这个歌的时候，好像我们躺在天父的怀里面一样，天上的爸爸。也许我们在成长当中，我听我很多的朋友讲，他的爸爸并不是很照顾他，包括我的爸爸。在我印象里面，我爸爸好像没有抱过我，牵过我的手。我看别人爸爸牵着孩子的手，有时候觉得小时候会觉得心里难过，后来就渐渐习惯。但是有一个父亲，他常常张开双手，那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常常张开双手，他要拥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眼泪，他知道我们的心酸。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唱，他知我名。你知道吗？上帝认识你，耶稣的灵现在就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神，他随时都在等，听我们的呼求。只要我们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房间里面，在棉被里面，我们都可以跟上帝来祷告。他要听你的呼求，就像以前听我的呼求，就像听我的女儿呼求一样。他要与你同在，他要把你抱在怀里面。他知我名。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再是孤儿。也许你有爸爸妈妈，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不太可以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孤儿一样。在现场的年轻人，你的爸爸妈妈最爱你，但除了爸爸妈妈爱你以外，还有一位天父，真正的天父爱我们。谢谢。他吃我们。谢谢。我刚才讲，相信耶稣很简单啊，相信耶稣，只要我们说，我们心想，哦，耶稣啊，我相信你。OK， 第一步，第二步，嘴巴，耶稣啊，我相信你。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耶稣就要听你的祷告。接下来一首歌呢？我们人啊，常常就是没有办法翻转的感觉，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犯了许多的罪。这些罪，有的人说：“哎呦，卢先生啊，我也没有犯过罪啊，法律的罪我没有犯过一条啊，我犯罪要抓去关啊。”我不是讲这样的罪，耶稣常常跟我们讲，我们犯了许多不知名的罪，比如说说谎啊，比如说嫉妒啦，比如说怨恨啦，这些呢都算罪啊。我们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这个叫做业障。业障大家都懂，所以我们身上许多业障让我们翻转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将我们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他要来为我们承担这样的业障，我们生命可以得着改变，我们可以从泥泞里面，我们好像掉在一个泥沼里面掉在粪坑里一样。耶稣说他可以把你拉上来。如果我们愿意将生命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命可以重新改变。你愿意吗？如果你还没先相信耶稣的时候，今天是一个机会。在这首歌唱完的时候，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新造的人。看啊看啊，一切都更新。听啊听啊，天使为我欢呼。一个人改变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飞越时空的领域，聆听灵魂的呐喊，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际，写下辽阔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真爱在我心，常常爱，展示你的爱心，真理全能将使我双翼。看啊，一切都更新。听啊听啊，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300的成员，我们的电吉他手团长。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keyboard 手季贤。
眼睛，从此刻起，我是心脏，我是心脏音乐。你愿意当心脏人吗？愿意当心脏人举手。Yes. OK， 谢谢，请放下。我想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好吗？如果我们当中或是站在后面的朋友，你这一生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做个新造的人，好吗？好不好？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闭起眼祷告。我念一句，你就念一句，好吗？来，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进到我心中，进到我心中，做我一生的救主。做我一生的救主。我愿意一生都归随你，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 Yes。如果你的一生今天跟我做这样的祷告，即使你站在很后面的角落的朋友，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生命会开始改变。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歌，就是《烛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牺牲，为不认识的人牺牲，为他讨厌的人牺牲，只有谁可以？只有耶稣可以，对吗？耶稣的爱超过一切的爱。但是像这一讲，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烛光，我们怎么样为别人来点燃呢？也许你们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办法。如果你有耶稣的时候，当你愿意给人家一点点爱的时候，那爱也要充满你，那个爱可以重新燃起希望。如果一群人都在失败当中，他依然互相关怀、互相的关爱、加油的时候，就依然还有希望，好吗？烛光。曾经的目光，含泪的眼光，因为有了爱，所以还有梦想。外表虽沧桑，内心却坚强，因为还有真爱。大家一起来唱好吗？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啦。一点点曙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愿意吗？一点点烛光，赶走了黑暗，让爱把它永不熄灭，继续的传。来，曾经的结束。天真的目光，含泪的眼光，因为有了爱，所以还有力量。走出的距离，成了坚强，因为还有真爱，继续徜徉。我们一起来吧。所有人好不好？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照亮前方。一点点曙光，赶走了黑暗，让爱把它永不熄灭，继续的传。一点点烛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
我们接受上帝的爱，我们是不是也都愿意把这个爱来带回家？你以前可能很生气你的弟弟，他就是这么讨厌，但今天回去的时候，你愿意原谅他，包括基督徒哦，对不对？相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很多时候也讨厌别人呢，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嫉妒别人，他怎么老是比我漂亮？我怎么弄都不会比他漂亮。No， 今天回去用美好的声音赞美他，好吗？有一个人啊，虽然是我得罪他，他已经原谅我了，可我不给他原谅了。你知道吗？原谅别人容易啊，给别人原谅不容易啊。明天去找他，谢谢你原谅我。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需要那一点点烛光。只要你愿意点燃的时候，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了，没有一个人拿钱了，他们都是自愿的，因为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来分享给大家。今天我求主耶稣的平安跟喜乐放在每一个人当中，从前面到后面，每一个人都得着那内心的祝福。我的朋友赚了几十亿，他没有满足过，他有1个月没有跟他小孩讲话，他穷到只剩下钱了。有一天他跟我讲，他只有剩下钱了。我们不要当那个有钱的穷人，好吗？有耶稣的生命，我们生命是丰富的，好不好？后面的朋友，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即使清茶淡饭，你的生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重新塑造的人。我们放下我们的罪孽，我们放下我们的业障，我们到达自由之地，好吗？我们来唱副歌，好吧？一点点烛光，起来，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烛光亮黑暗，让爱把它永不熄灭，继续流传。一点点烛光点燃着盼望，燃烧着自己，照亮前方。一点点烛光赶走了黑暗，让爱把它永不熄灭，继续流传。世界上没有黑暗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产生黑暗，是因为没有光亮才会产生黑暗，所以光一到，黑暗就不见了。我们今天在这边呢，我们带来的很多的亮光在这边，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乃是因为主耶稣的原因，我们的生命都得到改变，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主耶稣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还有他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今天感谢很多个单位呢，他们在今天的参与，在今天圣人所演出的，我们还有闽盛的志工们，他们来帮忙我们做一些身体的检查。我们还有一些解签的人员也参与，甚至还有一些幕后的人在控制这些灯光等等这些。我们有一些志工也参与在我们中间。大家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只是因为他们要将他们所领受的爱，能够借着这些服务大家、服侍大家，能够将他们的爱所领受的爱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虽然天气有一点下雨，但是我相信大家心中的热仍然是火热的，因为盼望能够将这个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为了今天在这些所有的演出、所有的服事呢，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这是我们同心来祷告，请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慈悲的阿爸父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嫌弃我们，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你
你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受难，钉十字架，流宝血，来洗了我们的罪。明天就是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棕树主日，然后他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礼拜四他就被抓了，礼拜五他要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为了要洗我们的罪。但是他在第3天就复活了。主，你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你是有大能力的主，所以你就使耶稣复活之后，就战胜了死亡，让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在。为此现在满心的感恩，我们祈求神，你祝福在所有信靠耶稣要得到永生的人，都有这样复活的盼望跟他们同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有可能会软弱，我们有可能会受诱惑，但是主你要保护我们，主要祝福我们。今天我们在文昌公园的地方，求神你祝福在这个地方，祝福在所有听见福音的人，祝福在所有愿意来信靠耶稣的人。愿主你的恩典跟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前面要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为今天在这所做的事情献上满心的感恩，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彼此祝福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个地方，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周末，谢谢你，下次再见，耶稣名，谢谢，再见，哎呀。期待耶稣欢喜。